到嚟 Nutcracker Travel， 我係 Pauline， 我係阿謙。咁喺我哋身後面呢，係日本嘅12現存天手之一鼻中松山城。今集我哋嚟呢，就係要挑戰呢個12現存天手。咁我哋嚟到呢個呢，係我哋第5個12現存天手。咁今日雖然有陽光啦，但係天氣都係好凍，而且而家仲係輕輕有少少飄緊雪嘅，好期待！即刻出發啦 ，Let's go！除咗岡山島同埋倉敷運河，其實岡山仲有好多鮮為人知嘅秘境。為咗到訪2個岡山縣嘅秘境，我哋由岡山車站出發，嚟到乘搭桃太郎線嘅9號、10號月台。桃太郎線嘅列車係柴油推動，成架都係桃紅色。經過15分鐘嘅車程，我哋嚟到吉備津站。由於吉備津係市郊嘅車站，所以規模非常之細。離開車站向左轉，我哋步行前往吉備津神社。沿住火車軌一直行，會嚟到一條小橋，前面有一座鳥居。穿過鳥居之後，仲需要橫過條馬路。喺今日去呢個鼻中松山城之前呢，有少少時間就安插咗一個參拜吉備津神社嘅一個行程啦。冇嘅，純粹嚟參觀下嘅。由車站行大約10分鐘，就會嚟到吉備津神社嘅入口。吉備津神社創建時代無從稽考，神社供奉咗吉備津延命，據說就係日本傳說桃太郎嘅原型。經過重要文化財北隨神門，行上一條掛滿紅燈籠嘅樓梯，就會嚟到吉備津神社最重要嘅建築。吉備津神社本殿建於1425年，係全日本唯一以吉備津做興建嘅神社。本殿除咗係日本國家重要文化財，仲被指定為國寶。由於遠離熱鬧嘅市區，呢度比其他國寶級神社多咗一份寧靜。既然遠道而嚟，我哋就拜一拜，希望可以幫我哋行程順利啦。咁就300 yen 就整咗個乳豬印啦。咁啊好不幸，今日我竟然唔記得帶本乳豬印像過嚟。除咗國寶本殿嘅建築，吉備津神社最出名嘅就係呢條木造迴廊。迴廊由國家重要文化財南隨神門開始，延伸超過300米。吉備津神社係岡山旅行最容易被忽略嘅景點，大家嚟岡山千祈唔好走寶啊！得到神明保佑之後，我哋返到吉備津站，準備出發前往鼻中松山城，再次乘搭桃太郎線往總社方向。由吉備津前往總社需要25分鐘車程。嚟到總社站，需要去對面月台轉車。如果有空檔時間，可以去大堂嘅洗手間。我哋轉乘8備線列車，前往鼻中松山城所在嘅高梁市。如果你由岡山車站出發，就可以直接乘搭8備線列車。經過大約半個鐘頭嘅車程，我哋嚟到鼻中高梁站。如果大家對日本城確有濃厚興趣，建議大家公食之前做一啲準備，可以提升大家嘅樂趣。日本城郭協會喺2007年選出日本8名城，每個城郭都有一個獨一無二嘅紀念印章。建議大家去日本書局揾下呢本《日本8名城手冊》，裡面詳細講解各大城郭嘅資料同埋重要景點，仲可以收集各大名城印章。可惜我哋太遲遇到呢本書，唯有就喺鼻中松山城開始慢慢收集印章啦。由於前往鼻中松山城嘅巴士當日冇行駛，觀光按鈕室嘅職員就建議我哋搭的士。車站外面就有的士站，大家上車嘅時候講 Mazuyama Jo 就可以啦。我初頭以為會有巴士上去嘅，但係真係唔知。算啦，嚟得呢度，大家都係搭的士算啦。
嚟到山上停車場車費1900 yen。山上停車場有一間小商店，有一位老婆婆接待客人。由於之後嘅路上都冇飲品售賣機，大家出發之前要做好準備啊！由山上停車場出發，登上鼻中松山城需要最少20分鐘。沿路都係一條登山徑，大家要着合適嘅鞋啊！雖然有太陽，但係冬天始終係好凍，大家要準備足夠嘅衣物啊！好彩天氣好咋，即係凍啲都唔知點算。究竟以前古代啲武士係點樣行上呢條山路嘅咧？行到一半，開始遇到古時城廓嘅石門遺跡，我哋以為已經去到目的地，但係原來只係城廓嘅外圍，仲要行一段路先會到達目的地。嚟到大守門遺跡，裏面就係鼻中松山城嘅範圍。呢度土坪係現存城廓建築，被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。沿住土坪行就會嚟到三之院。如果登山途中人有三急，行過黑門遺跡就會揾到廁所。去到個廁所先。呢個就係附近唯一嘅廁所。再繼續向上行，就會嚟到鐵門遺跡。走過鐵門遺跡，行入二之院，就會見到我哋嘅目的地鼻中松山城本院。本院係城廓最中心嘅範圍，同其他城廓嘅天守相比，鼻中松山城嘅天守更加似一座別墅。穿過二之院嚟到本院，我哋終於嚟到目的地。本院係收費範圍，行上樓梯就係售票處，成人門票500 yen。鼻中松山城。鼻中松山城擁有日本唯一現存山城天守，起喺山上面嘅二重二階天守係海拔最高，亦都係建築高度最矮嘅現存天守。作為日本國家重要文化財，行入天守之前要除鞋先，但係同其他現存天守唔同，呢度有提供鞋架，大家參觀天守嘅時候就唔使拎住對鞋啦。現場仲有提供拖鞋，雖然有少少保暖，但行路嘅時候要小心跣腳啊！鼻中松山城始建於13世紀，利用高山嘅地理優勢令敵人難以入侵，係典型嘅山城設計。後來城廓經過多次易手，喺江戶時代由城主水谷勝宗進行修建，建成今日嘅現存天守。現存天守保留原始嘅木製結構，裡面展示咗有關鼻中松山城嘅歷史。天守後來曾經遭白蟻入侵，現場展示咗被白蟻侵蝕嘅木柱。喺明治時代，雖然政府發出咗廢城令，但由於鼻中松山城太過偏遠，最後保留咗天守同埋二重路兩座建築。提提大家，由於天守入邊係冇冷暖氣嘅，大家要注意保暖啦。哇，終於都可以 get some sunshine 啦！行上一條小樓梯，就嚟到天守1樓嘅一個房仔，裡面展示咗城廓最完整嘅面貌。行上斜斜嘅樓梯就可以通上2樓，亦即係頂樓。據說2樓曾經係城主嘅居所，但每日都要行山路，大家又會唔會想住喺呢度呢？雖然天守樓高只有11米，但係由於興建喺430米嘅山上面，天守2樓可以遠望山下面嘅高梁寺。咁呢度同基路城啊、松本城嗰啲對比咧，呢度就基本上係冇遊客會嚟嘅，因為實在太難嚟啦。但係個好處就係
我哋幾乎霸晒成個城體咁滯。雖然比中松山城天守係最矮嘅天守，但係反而俾人一種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嘅感覺。由於樓梯真係好斜，落樓嘅時候要更加小心啊！離開天守之後，我哋出發去另一個現存建築。兜過天守去到本院嘅後面，會發現同天守一齊保留落嚟嘅建築。二重路同樣都係國家重要文化財，可惜並唔開放參觀，只係可以喺外面欣賞啦。返到本院，呢度有後來重建嘅六平路，裏面展示咗12現存天守嘅相，仲有貓城主30郎嘅展板。至於可唔可以遇到城主大人，就要睇下大家嘅運氣啦。參觀完比中松山城，距離我哋完成12現存天守又踏出咗一步啦。離開比中松山城，我哋決定慢慢行返去車站。咁我哋就翻到嚟呢個鼻中高梁嘅 JR 站啦。頭先本來諗住落嚟嘅時候沿路揾下啲地方有冇嘢食，結果係全部都冇開。呢個餐可能真係太少人啦。咁我哋而家唯有翻咗去江山先。乘搭8B線列車由比中高梁出發，大約1個鐘就可以翻到江山。距離我哋預約嘅晚餐仲有啲時間，我哋翻去酒店唞下先。嚟到日本，可能你會覺得一定要食地道嘅日本菜，但係其實日本各國嘅菜式都非常之出色。今次就等我哋試下日本嘅意大利菜。Via Pace 係一間主打 fusion 菜式嘅意大利餐廳，係食評網站 Tabelog 2025排名店，分數達到3.7。我哋 book 台嘅時候預約咗8800 yen 套餐，再額外買多2杯香檳。首先嚟到嘅係一個以樹頭為擺盤嘅5道前菜，三文魚子配羊奶芝士烤包、安安魚凍、魷魚配紅薑、魚爆配扁豆。每一道前菜都各有風味，就好似美國嘅嘉年華，令人更加期待之後嘅嘢食。跟住落嚟係沙律，由西班牙風生青魚片配上茄子。哇，好清新啊！佢食物同食物之間嗰個本身個味道咧，唔會互相咁樣掩蓋。沙律之後有 homemade bread。但係佢得意喎，個口感我覺得有少少傾向到蛋糕添。食完麵包，下一道菜就係燉野豬肉。豬肉味道香濃，配上香蜜嘅醬汁。食落肉質都好紮實啊！其實下一步上嘅 dish 咧係個 homemade pasta 嚟嘅，我就最期待㗎啦。炭醬黏配上鰻魚同埋番茄醬。哇，好香 ！homemade pasta 係好彈㗎。跟住落嚟係意大利雲吞 ravioli。平時食嗰啲 ravioli 咧，全部都係用 cream 嚟做嗰個 sauce 㗎嘛。咁呢個係用清湯嚟做 sauce 㗎喎。個 ravioli 個 size 都好細粒啊，好新鮮啊，都係第一次見。ravioli 都好彈牙，入邊包咗一啲肉碎，應該係豬肉碎嚟嘅。跟住落嚟要食肉，店員為我哋提供一把刀，送上餐台嘅烤鹿肉，肉質充滿光澤。其實我第一次食鹿肉啫，好滑好嫩，肉嘅味道都好香。我都好驚佢會好韌啊，或者好腥啊，有啲唔知咩味啊咁樣。但係感覺上原來似食牛肉喎。我甚至覺得有少少似我哋香港食開嘅瑞士汁添，係有啲似瑞士汁啊，好得意喎！食完烤鹿肉就係甜品嘅時間，甜品係蘋果雪糕蛋糕配 Gorgonzola cheesecake。
個 cheesecake 真係好出色啊！佢個 top 嗰個燒得燶燶地，好香啊！真係，好夠鹹啊！我覺得用嚟 round up 呢一餐鹹食係最好嘅啦。尾聲就係 Coffee or Tea， 真係好出色嘅餐廳。咁今集就差唔多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片嘅話咧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嘅話咧，亦都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低 comments 俾我哋嘅。好，就係咁啦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下一集我哋將會乘搭特急8運列車，穿過山地嚟到山陰地區，嚟到島根縣嘅松江市，到訪被列為5大國寶之一嘅國寶松江城天守。走過松江市街道，走來最傳統嘅和果子。嚟到山陰地區最出名嘅美人湯玉造溫泉，享受溫泉旅館嘅一泊二食，品嚐最新鮮時令嘅海鮮大餐。同我哋一齊出發，登上國寶松江城，玉造溫泉，一泊二食。